倩影，倩影，你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沙子迷了眼睛。这湖边哪来的沙子呀？倩影，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告诉我，也许心里会好受一些。真的没有。既然你不想说，那就算了。不过人生苦短，我们不应该再纠结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好吗？给。这是什么？哇，好漂亮的金面具啊！不过，这实在是太贵重了，倩影不敢收。倩影，这金面具是我亲自设计、亲自监督工匠打造的，你难道不喜欢吗？喜欢，可倩影真的不能收。倩影，这是我第一次送女孩子东西，难道直到现在，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倩影只是卑微平凡的女子，承受不起公子如此的厚爱。何时天会晴？雨后的世界一样安静。在思念湖畔回首情景，我在黑夜。在这里，你在哪里？思念无来及，今夕何夕？这金面具，我为您一人打造。你若不收它，它还有何意义？这么美的金面具，丢了实在是可惜。公子直接给我戴上吧。好。情缠一波，曾经拨弄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梦何时才会清醒？醒来之后，只想看你的眼睛。我在黑夜等你的黎明，我在这里，你在哪里？思念无来及，今夕何夕？许多的愿还留在天边，心里的白发又平添。过一天一年，何时再见？过一天一年，何时再见？
岳师弟，来。我知道，你为什么想留在京城。对不起啊，大师兄，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和易欢从小就定了亲，我又是大明的太子，朱明联盟的核心，于公于私，你都没办法跟我抢易欢，所以你只能把你对他的感情埋在心里，以致一语成疾。大师兄，你放心，这只是我的一个心病。等将来有一天，你和易欢成了亲，有了孩子，我也许慢慢就放下了，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我相信。其实你比我还大1岁呢，只不过因为我的身份特殊，所以师父们让你们尊称我一声大师兄。我相信你比我更知道分寸。大师兄，在我的心里，兄弟之情一定比儿女私情更重。但有一件事憋在我心里很久很久了，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既然是兄弟，就应该无话不谈。我在山西照顾小师妹的那几天里，小师妹昏迷的时候，嘴里面一直喊着“朱哥哥，朱哥哥”，还有龙小弟，龙小弟。他自然是挂念我的。至于那个康熙，不过是随口叫几声吧。可是那天晚上，我照顾他一晚上，亲耳听见他只叫了7声“周哥哥”，但是却叫了76声“龙小弟”。大师兄，你要是继续把易欢留在康熙身边，那他的心早晚有一天可就不是你的了。你还是赶紧把他撤回来。我撤不了，童夏还没有找到，鳌拜埋伏在明珠谷的内奸，也没有查出来。如果易欢做了大清皇帝的女人，你纵然光复大明成功了，有什么意义啊？光复大明是我此生最大的责任，可你却是我的命。如果没有了你，那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我要是你，我才不要这万里江山呢！我就想牵着小师妹的手，找一个像明珠谷一样的世外桃源。我天天变着法子的想怎么给她做好吃的，生一堆孩子，逍遥快活，一生岂不美满？叶师弟，我如果是你，我也宁愿不要江山要美人。但是，我姓朱，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我不可以。这一路上已经有太多行刺朕的机会，那为什么他们都放弃？这说明他们有比杀朕更大的图谋。更何况，朕看得出来，他们兄妹俩本性纯良，他们现在一定希望的是朕尽快解救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灾民们。在此之前，朕是不会有任何性命之忧的。
蹉跎，你就尽管放心去吧。原来主子心里早就有数了，那奴才就放心了。奴才一定快马加鞭，速去速回。奴才告退了。叶欢，朕相信一定不会伤害朕，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你们真的没有骗我，你们真的不会危害到皇上。叔父放心，如果我们真的要有什么行动的话，一定会提前通知叔父，给叔父留好退路，绝对不会连累叔父无辜送命的。你们可千万不要胡来！我告诉你们，皇上对你们未尝没有防范之心，只是他胸怀博大，少年老成，又极为沉得住气，所以才不动声色。你们要真是有什么不好的念头，趁早给我打消了。叔父不是说永远不认我们这些亲人了吗？怎么又将如此隐秘之事告诉我了呢？我真的是不想认你们，因为我不想为了你们把我这条老命搭上。可是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我只剩下你们这几个亲人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命啊！叔父这份心意，侄儿心领了。如果我爹知道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哎，你可千万别告诉他，你不要让他误以为我回心转意就有机可乘了，越发来缠着我。我不想让你们送死，这是我能为你们做的最大限度了。你们可不能得寸进尺啊！啊！哎，大人，孟护卫受的内伤不轻，需要好生调养啊。那你就下去开方煎药吧。啊，是。大人，祥和呀，你跟了我这么久，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啊。钦差大人带的那些侍卫，都是大内高手，卑职愧对大人，未能完成任务。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了。哎，龙三他们看清楚了你的脸没有？没有。卑职一看情形不对，只求全身而退，不敢恋战。也好，咱们就另找机会吧。祥和呀，还有1个月，你这10年之期马上就要满了。期满之后，可还愿意追随本府啊？多谢大人抬爱，卑职本就是个江湖浪子。待期满之后，卑职还是想隐姓埋名，浪迹江湖，过些逍遥散淡的日子。也罢，人各有志，我也就不强求你了。啊，本来你有伤在身，应该早些回房中歇息。可是你舅老爷的庄园的机关被贼人给破了，所以还要烦劳你赶紧赶到你舅老爷的庄园，把那些机关修补好，以免那帮贼人再次潜入。哦，卑职的伤不碍事，那卑职现在就去舅老爷庄园，把机关重新布置一下。哎，等等，不急这一会儿，喝了药再去。多谢大人关心，那卑职先告退。走吧。老爷，我看这孟护卫倒真是奇怪。平日里啊，你给他那些赏赐，他虽说没拒绝，但也从来没露过什么喜悦之色。你说给他几个丫鬟伺候着，他也说不要。虽然他平日里对大人忠心耿耿，可不知怎么的，总觉得这个人养不熟呢。一个不贪财、不好色的男人，是最难以驾驭的。他能够跟我10年，也是为了信守他父母的承诺。可
看来这10年期满后，我是真的留不住他了。若真留不住，倒也罢了。我就怕他反过来，对老爷不利。哟，孟护卫，今天怎么有空来庄园了？我奉大人之命前来调整这园内所有机关，还需上楼查看一下园中地形。请。孟护卫，万素姑娘最近怎么样？可有在哭闹？没有了。万素姑娘听了奴婢的开导，已经完全想通了，如今过得很好。每日里除了安安静静的在楼上看书绣花，就是弹琵琶解闷，只等着老爷挑个合适的时机，就可以把她献给巡抚大人了。大人最近公务繁忙，等过了这段时间，会有机会的。说不是。婉妹，孟哥哥，婉妹，孟哥哥，是你吗？孟哥哥，婉妹，你且忍耐一下，万万不可暴露身份。等我找到合适的机会，我便救你出去。还要等多久啊？我与刘德昭的守卫之约还差1个月，所以还得1个月。那么长时间啊！万一这途中我被那球柜献给刘德昭了，怎么办啊？不会，刘德昭眼下忙着应付钦差大人，无闲暇亲近女色。况且昨夜我也受了内伤，待我与刘德昭约满之日，我的伤也应该好得差不多了。那时，我便带你远走高飞。你受伤了？伤在哪里？重不重啊？啊！你不用担心，一点小伤，养养就好。婉妹，你多保重。哎，等一下，我爹怎么样？他还好吗？他还好。那他是否知道我被人劫走了？他还不知。不知。你被劫走以后，有一位与你长相相似的女子冒名顶替你进了宫，所以你爹爹未曾察觉。什么？有个人和我长得一样，顶替我入宫了？啊？这个人是谁啊？婉妹，此事颇为复杂，我一时跟你解释不清楚。但你千万记住了，这段时间万万不可暴露身份，只等着我来救你便好。好，我等着你。好。现如今可比以前好多了，这样我也省了不少钱。
有人顶替我入宫了。咱们先把碗摆好。行，这就差不多了。这给你。嗯，马上就好。我来试试。哎呀，行了，别给我们添乱了。我。哎呀，行了吧你？你这样揉，灾民到晚上都吃不着。哪有你这样揉面的？那是这样揉，这样揉的，不是这样揉。看着我弄啊！这粥马上这个馒头的大小啊，你得弄得均匀一些，要不然到时候灾民饿急了眼，就会睁大显小，知道吗？来，你要不要试试？得了。慢点了。大家来排队了，吃粥拿馒头啦！每人一个馒头，一碗粥。别急啊，来这边拿馒头。排队啦！来，你拿啊，拿好，拿着小心烫，小心点啊，拿着。每个人都有份儿啊，不要急。来，拿好。给。来。给你。来，拿好，拿馒头。老太太，怎么样？人已经没了。大嫂，快喝点粥。大嫂，这孩子怎么一直哭啊？是不是饿了？你快喂他喝点奶吧。哪里还有奶？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不哭了，你爹跟哥哥姐姐们都已经饿死了，要不了多久，说不定我们一家子就可以团聚了。大嫂，来，把孩子给我，我帮你哄。你先吃点东西吧。来，给我。好。哎呦，哦，乖，不哭了啊。谢谢小哥了。大嫂，粥太烫了，先吃个馒头吧。乖啊，别哭了。
水干了，上面有人，交钱吧。拿下！龙珠？什么是龙珠？就是皇上的眼泪，就是您的眼泪啊！说实话，朕自小长大，除了8岁的时候，父母双亲轰尸以外，还从来没有掉过眼泪。让管家找个奶娘，好好把她养着，好好把她抚养成人。所需用途，我会派人一一送过来。钦差大人真是心善。这孩子虽然父母双亡，很是不幸，但能遇到钦差大人，也是他的福分。奴婢一定好好照料这个孩子。这索大人还得有10日才能把兵给调回来，每迟上1日，不知道饿死多少人，酿成多少人间悲剧了。据我打探的消息，现在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灾民涌进太原城，每天都要饿死好几10个。官府来不及掩埋尸体，只能把尸体集中到城外，一把火烧了。龙小弟，我们真的还要再等上10日吗？这10日不知道饿死多少人了。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去把那些私吞的官银官粮全都劫出来，发给老百姓。欢妹，大清律例，抢劫官银官粮可是死罪，诛九族的。师叔姑娘，就算是在宫外，但这种混话也是不能随便说的。哦，主子，欢妹从小就冲动任性，说话不知轻重，请主子恕罪。今儿个我也冲动任性一回，去把刘德昭他们私吞的官银官粮劫出来。当真？你这个皇上带头抢劫官府啊？对，但是我们要想一个万全的计策，不劫则已，一劫必中。你放心吧，这事儿我大哥最在行，我大哥一劫绝对成功。欢妹，其实叶欢不说我也知道，你们两兄妹以前闯江湖的时候，必定做过很多违法乱纪之事。你都跟主子瞎说什么了？我没说，他自己瞎猜的。李太医，你不必急着否认，也不必埋怨叶欢。对于你们过往所犯之事，我今日就金口玉言，赦了你们。多谢主子恩典。微臣以前闯荡江湖之时，的确做过一些不法的勾当，但如今是全心全意跟着主子，没有主子的吩咐，绝不敢任意妄为。从现在开始，你的心中不必再有包袱，只管好好的给我谋划谋划，怎么样顺利的劫出银两，救助百姓。臣遵旨。剑清，你今日怎么如此糊涂啊？你居然敢答应帮着皇上打劫官府，你这就等于是默认了你们过去是打劫官府的盗贼，知道吗？叶欢就是这样，总是说漏嘴，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这样也好，这么一来，康熙只会把我们当作是一般行侠仗义的江湖盗匪，反而不会疑心别的。那你们也不该真的去打劫官府啊，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康熙都这么说了，我能不做吗？我自会把一切安排妥当。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大不了放弃行动。劫不到粮食跟银子，我跟欢妹自有办法脱身，叔父不必担心。你们呐，毕竟还是太年轻，不了解皇上的心思。此时纵然成功解了皇上的燃眉之急，他或许此时赏识你，可是等他冷静下来，他又会觉得你目无法纪，不易控制，到时候又会对你们生出排斥防范之心。多谢叔父提醒。叔父说的这些，侄儿心里何尝不明白。但是，
这次行动若能顺利完成，就能解救诸多灾民。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可是如此一来，你跟易欢的处境就十分危险，我也危险呐。叔父，你如今有钱有势，吃腻了山珍海味，所以你不再关心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灾民。可你难道忘了吗？当年跟我爹在死尸堆里找食物的惨状。你当年但凡有3寸宽的活路，又何至于进宫当太监？这次行动，如果真的能解救这些灾民，我们能避免多少这样的悲剧发生，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不是吗？哎，龙小弟，我刚刚给你2颗变身丸，还没有给我钱呢。我现在哪有钱给你啊？行了，那我就先记在账上，看在你是我兄弟的份上，利息看着给吧。趁火打劫，你比裘贵的奸商还要奸。欢妹，别闹了。你到了山西商会了，裘贵见过我们，千万别让他识破我们的身份。你们先进去，我在外面守着。知道了，爷爷你慢点走啊，别摔着啊。走吧，孙儿。走吧。如今山西的大旱米价飞涨，裘某有一事不明，艾老板为何要千里迢迢从京城来到咱们太原买粮？不瞒裘会长，其实是这样的，我爷爷的身子骨一向康健，可是开春以后呢，突然得了一场重病，求遍天下名医都没有效果。这前不久，我爷爷做了一场梦，他梦里梦到观世音菩萨，他说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件错事，所以才会有这场劫难。我爷爷必须亲自做一件善事，才能够化解这场劫难。哦，那这么说的话，艾老板，你买粮是为了行善喽？没错，我爷爷想买1000担粮食分给灾民。我已经查探明白了，裘贵和整个山西粮商手里，大约囤着20多万担粮食。朝廷调拨的30万担赈灾粮，真正分到灾民手里的，不到1/3，剩下的2/3都被他们官商勾结，给私吞了。所以这20多万担粮食，也得等索大人调兵回来，把刘德昭抓住以后，再发给灾民。目前我们就先截一部分发给灾民，让他们支撑到索大人回来以后就行了。眼下城中有1万灾民，离索额图调兵回来之日还有10日左右。若每日每人按1升粮食算的话，10日便是1斗，1万灾民就是1万斗，折合下来便是1000担粮。1000担相当于12万5千斤。我跟易欢再加上随行的侍卫，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么多的粮食从裘贵的庄园里偷运出来，所以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论到这种勾当，你们兄妹俩肯定比我这个当皇帝的有经验多了。龙小弟，你这句话里有骨头，话里有话啊！咱们先说好了，之前的事呢，你要既往不咎；这次的事，是我们奉旨行事，你不许秋后算账。我自然是开玩笑的，我金口玉言说过的话，岂会反悔？什么办法？快说吧。既然不能偷，也没有办法从外地运过来，那么就只剩下一个法子：买。嗨，老板，您有这份善心，那是大喜事啊！裘某和兄弟们也都敬佩的很，对吧？是啊。只是，您祖孙2位可知现在山西粮价的行情吗？
每斗米2000钱，1担米呢20两银子，所以这1000担米就是2万两银子。我说对了吗？如今太原的粮价被哄抬到了每斗2000钱，折合成银子就是2两，10斗为1担，那么每1担粮食就需要银子20两，1000担粮食就需要银子2万两。哎，我们从宫里带出来的还有多少银子？刚开始的时候是挺多的，不过一路上被你东送一下西捐一下的，现在也剩的不多了。那我的那些随身之物呢？全都当了，总能值2万两吧？我的龙小弟，我们是微服私访，怕露出破绽，一切贵重的东西都没怎么带。只有我跟丽嫔娘娘带了一些贵重的金银首饰，但是刨除一眼就能看出是宫里的金银首饰以外，其他的能典当的也只有2000两。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差18000两啊？18000两哪够啊？灾民们不能吃生米吧？柴米油盐可都需要钱，就算一个人发1两的话，那还少1万两左右。那也就是说，我们还差28000两啊？对，28000两。朝廷调拨的50万两赈灾银，真正分到灾民手里的不足20万两，剩下的都被刘德昭和地方官员给私吞了。光刘德昭一个人就侵吞了10万两，其中有5万两在裘贵的庄园里面。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们只劫银，不劫粮，然后用劫下来的银子去买粮食，对吧？艾老板，裘某还要问一句：你真愿意花2万两银子给那些灾民吗？没错，只要能治好我爷爷的病，再多的钱我都愿意出。好，艾老板，真是财大气粗啊！不过如今是非常时期，咱们商会做买卖有个规矩，只收现银，您看呢？是啊，这裘老板是不相信咱们艾家的实力，把咱们带的现银拿上来给他瞧瞧。是爷爷，请各位稍等一下。抬进来吧。这里是2000定银，明天早上在这个地方，一手交钱一手交粮，如何呀？好，艾老板，性情中人，快人快语啊！那咱们可就一言为定了，击掌为凭。这艾老板为人真是爽快啊！是啊，来人，送艾老板。就喜欢跟这样的人做生意啊！对，没错。哎呀，龙小弟，你知道吗？为了凑够那2000两定金，我跟丽嫔娘娘把自己所有值钱的金银首饰全都给当了，还有我的一个金镯子呢。放心吧，等锁头回来以后，你当的那些首饰全部完璧归赵，少了一件，你唯我是问。光完璧归赵可不行，我得加上利息呢。行，反正我这个竹杠最好敲。当然了，你就是个大竹杠，棒！欢妹，别闹了，让主子先回房间休息吧。咱们还得去和侍卫兄弟们商量一下今晚的行动计划。昨晚已经打草惊蛇了，裘贵一定加强了对庄园的守卫，我们需要做好万全之策。不用了，我不累。我跟你们一起好好谋划谋划。今天晚上啊，这个行动我一起参与。陆小弟，你之前不是开玩笑啊？你真的要跟我们一起打劫官府啊？你可是皇上。我看起来很像开玩笑的样子吗？皇上，这样太危险了。危险？我自幼父母双亡，8岁登基，哪一天不是在危险之中度过的？
就像上次擒拿鳌拜一样，那不也是在冒险吗？其实我跟你们一样，也渴望冒险，渴望刺激，只不过身在禁宫不得自由罢了。再说了，这一回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当侠盗的机会，我可不能就这么错过。这是裘贵庄园的前门，这是后门，中间的花园还有一道暗门，这是粮仓，这里是银库。罗小弟，喏，给你准备的夜行衣，换上吧。好啊，我终于也有机会当一回侠盗了。李德福，给我更衣。主子，万万使不得呀！以您的身份，怎么能跟着他们去打劫官府呢？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奴才万死难恕其罪啊！你啰嗦什么呀？我5岁就开始习武了，一直都英雄无用武之地。今天晚上我正好试试我的本事。公公放心吧，有我兄妹在，一定会保证主子的安全。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大不了我们放弃此次行动，绝对不会置主子于险境的。李太医，你这话说得轻松，那裘贵庄园内机关重重，你凭什么保证主子万无一失？再说了，要是给太皇太后知道了，你们居然怂恿皇上打劫官府，而我又未能劝阻，那咱们所有人都要人头落地。行，我不去了，你先起来吧。谢主子体恤。得罪了李公公。你这个老东西，老在我耳边聒噪，我又不是小孩了，真烦人。李公公，暂且在这里好好休息吧，我们速去速回。小姐，老奴给你炖了一碗燕窝。哦，我现在不想吃，我有些不舒服，要歇息了。啊，小姐，你哪里不舒服？要不要老奴帮你找一个郎中给您看看？不必了，我就是身子有些乏，睡一觉就好了。哦，那小姐，您先歇着吧，老奴明儿一早再来看你。老奴先行告退了。你下去吧。走了，这奶娘真够烦人的。如今在这世上，奶娘是婉妹唯一的亲人了，还望前辈多担待。孟大哥，真是宅心仁厚。怪不得你虽是刘德昭的护卫，婉心妹妹仍然对你倾心。我家本住在城外南湖边上，婉妹从小就喜欢女扮男装，背着她爹溜到南湖边来戏水。我俩也算青梅竹马，直到她被选为秀女，前来跟我告别，我才知道，原来她是舒大人的女儿。原来是这样。孟大哥打听到婉心妹妹的下落了吗？打听到了，她现在被软禁在裘贵的府宅里。只因我受了内伤，再加上裘贵又加强了守卫，我怕打草惊蛇，所以没有贸然行动。都怪我那夜下手太重。不过你放心，我等都是有心意之人，我们一定会帮你救出舒小姐，让你们远走高飞。多谢前辈，不打不相识。前辈不必挂怀。如今裘贵一心只想着把婉妹献给刘德昭，而刘德昭眼下一门心思要对付钦差大人，所以婉妹暂时是安全的。我先帮着你们把裘贵私吞的官银给劫了，先救了那些灾民再说。好，这次我们能否顺利地劫走裘贵私藏的官银，就全靠你了。在下一定全力配合。
其实这些年保护刘德昭，我内心也十分矛盾。如果真能为灾民做些什么，也算稍稍赎点罪吧。哇，龙小弟，你穿上这身衣服太逗了，比你平时穿龙袍有意思多了。你看看，是吧？我也觉得挺新鲜的。哎呀，得亏索大人不在，要是他在的话，非得被吓得屁滚尿流的，肯定不让咱们去冒险。哎，那个金蚕背心穿了吗？没有。你为什么不穿啊？你要是不穿的话，我不带你去啊。我骗你的，老大吩咐小弟的话，小弟怎么能不听呢？不信你摸摸。真的穿了？嗯。别摸那儿痒。还真穿了，好吧，那我们带你去。你知道吗？这次你亲自出马，可是我们比平时紧张了10倍还不止呢。我也是从小练武到大的，虽然武功呢没有你哥哥好，但跟你比起来差不多。吹牛！主子，臣得再提醒一遍，这抢劫官银可不是儿戏，臣会尽量保护主子的安全。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主子切不可恋战，必须在臣的掩护之下尽快撤离。你放心吧，我虽然喜欢冒险，但也不想当一个被当盗贼拿住，再被砍掉脑袋的窝囊废皇帝。哼，这样吧，到了那儿全听你的吩咐。好，为确保万无一失，还请主子把裘贵庄园的机关设计图和地形图再熟悉一遍。好，出发吧。这个龙小弟平时挺老成的，今天这么任性，难道是受了我的影响？我事先鼓动了大批灾民到府衙和城中各大户门前闹事。刘德昭调集了大批的兵力，正在忙着驱赶灾民。这边的守卫就只剩下裘贵自己培训的家丁了。哦，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做得好。等一会儿，巡逻外墙的守卫换岗，会有很短的一个时机。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冲掉那边的转角。那里是一个视线盲区。好。该你们去了，该你们了，来，你们去吧，来，放心吧，前点，来吧，辛苦了，快，冲过去。龙小弟，紧张吗？紧张，但是好刺激啊！江洋大盗还挺好玩。带上。主子，千万别孩子气，这可是杀头的勾当啊！每年有多少盗匪，要么当场死于非命，要么被官府抓住处以极刑。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能够一再得手。但是久走夜路，哪能不湿血？最终都是难逃一死。哎，呸！你怎么老说这种不避讳的话呀？死的，我们才刚开工。第一组侍卫兄弟已经得手了，藏在墙头高处的暗哨已经被解决了，我们可以翻墙进入庄园了。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探探。老大，你们刚刚不用把我架上来的，我平时也练过轻功，我自己可以的。你以为你是真龙啊？你还可以自己飞，得了吧你！记住我平时教你那些轻功的方法啊，下次没准能用得上，知道吗？知道了，老大最厉害。当然了，要不然怎么我是你老大呢？我怎么觉得浑身有点痒啊？哎，是不是有人啊？主子别担心，他们是咱们从宫里带出来的侍卫，这2个是第2组。主子，我先带他们去解决守在银库门口的几条狗。环美，你带着主子来银库来跟我会合。路径图都记清楚了吗？当然了。这庄园的路径其实是一个迷魂阵，千万不要走错了。看不起我啊？不可大意，你自己走差了不要紧，以你的轻功自然能够脱身，可是主子就危险了。我是老大，我肯定能保护好我的龙小弟的啊。
你们小心一点，我先走了。从现在开始，紧紧跟着我的步伐，一步都不能落，知道吗？知道了，老大。走。那怎么了？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应该是这边，走。那到底往左还是往右？好像是往左吧？你确定啊？不，往右，往右，有点迷糊啊。那好吧，我不懂这个机关阵，还是往左吧。我都听你这个老大的吧。这个，往左，走。这是停！啊，咱们是不是又回到原地了？好像是。老大，你不会学艺不精吗？把这迷魂阵你都给认错了。我只是稍微失误了一下嘛。这回肯定没错，往右转。不是老大，你确定不是往中间吗？我是老大还是你是老大呀？你宫里老师教过你阵法吗？不是，我是没学过阵法，可是你哥哥刚才给的地形图我是看过的。我记得走到这个位置以后啊，似乎是往中间走。你看似乎，这说明你也不确定。不是，我是记得该往中间走，但是你又说是往这边，我就不确定了。不确定是吧？我是老大，听我的，走。那。我确定，我们又回到原处了。我也确定这就是原处。不是，老大，我现在总算知道你为什么总不说你的师承来历了。感情是你的师傅们从来不让你在外头打他们的名号吧？你怎么知道的？不过我师傅说了，说我天资聪慧一点就通，我只不过差那么一点点的认真和努力。你哪是差那么一点点的认真和努力啊？我跟你说，你师傅没被你气死，也算是上天垂怜了。不许取笑我，朱哥哥老取笑我，你不许取笑我，我是你老大，知道吗？好，小弟不敢取笑老大。老大，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你刚才不说往中间走吗？啊，那就听你的呗，中间走走看呗。那走吧。走。哎，你们谁呀？可以啊，反应够快的。其实挺害怕的，看得出来了。胆小鬼！不要！这鬼！老大，你胆子好大呀！我就是怕鬼，其他我什么都不怕。是吗？是啊。喂，你们俩在干嘛？偷懒是吧？快来人！朱哥哥，还好你来救我们了。我看你们迟迟不来，我就知道你一定又犯糊涂了。前面挡路狗已经被我解决了，离他们换班还有半个时辰，抓紧时间。小心一点。我来。全都搞定了。你呀，以前上课老是偷懒，现在知道自己学艺不精了。哇，这么多银子啊！哇，
我没事，幸亏你反应快，不然我现在只怕已……朱哥哥，对不起，刚刚都是我大意了。主子，你没事吧？啊，我没事，没事，没事就好。你先通知外面的侍卫兄弟进来搬银子，我再检查一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机关。注意安全。嗯。朱哥哥，对不起啊，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别再生气了。你以为我生你的气，是你不小心触动机关吗？没想到，在最危险的时候，你最先救的，竟然是他。你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啊？那你也太小心眼了吧！你看他武功不行，所以我肯定要先救他嘛，我得保护他嘛。你从小在我心里就是最强的，你肯定能保护好自己啊。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同时遇到危险了，我第一个救的肯定是你，再救我自己。你呀，来，快点，快点，快点，能装多少是多少，快！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啊！痛快，真是太痛快了！今天晚上的经历真是太刺激了，我必将终身难忘。哎呀，可惜不能让史官把今夜的经历全都记入史册，更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了。要是让她知道了，肯定有说把你带坏了。那可不就是你这个老大带坏我这个小弟了？嘿，你现在是赖上我了是不是？那好，不赖你，不赖你啊！老大辛苦了，等回宫了以后呢，我就重重的赏你。赏我呀？赏我什么？你说个数。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也不能狮子大开口。500两，300两，200两成交。你越来越小气了，你不会赖账吧？我发誓，绝不赖账。我以我本人做担保。我要是赖账的话，到时候我就把我这个人赏给你。哎，算了吧，你一次用膳就要吃上上百道菜，我可养不起你。如果你要赖账的话，我自认倒霉呗。李太医啊，今天晚上真是辛苦你了。我真是没想到，身边还有你这样一个全才，不仅医术好，武功好，还懂得机关阵法，懂谋略。让你做一个太医啊，实在是太委屈了。等回了宫以后，我一定好好提拔你。主子，其实今夜此次行动能如此顺利，并非臣有多厉害，而是臣的运气好。事先得到了裘贵庄园的机关地形图和卫队巡逻表。你能得到如此机密的东西，是裘贵身边有人给你做内应？是。看来真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啊！我一定要做一个有道的天子，不能做一个无道的昏君。龙小弟，我相信你。李公公得罪了。主子，你终于平安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奴才也要吓死了。李德福，这件事情你得替我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太皇太后，要不然我就砍了你的脑袋。只要主子能平安回来，这件事情奴才就当不知道。艾老板真是一个爽快之人啊！真是又财大气粗啊！哎，这样也没问题，对，没错。艾老板大手炮。老爷，银子都验过了，都是成色师做的官银。好，艾老板，真是诚信之人呐！我们商会已经准备好了1000担粮食，就在码头仓库里。如今银子已经交割完毕了，
可以放粮了吧？那是自然啊。去，带着艾老板的手下到码头交割一下啊。是，好的。跟我来，请，这边请。哎呀，艾老板，真是大善呐！您行此善事，上苍必定眷顾，此次劫难一定可以安然度过。裘某在此先祝愿艾老板早日康复了。多谢裘老板吉言。我在府上已经设下了酒席，艾老板，上个光，也让裘某尽一尽地主之谊吧。好说好说，倒是让裘老板破费了。老爷，不好了，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慌什么？说，庄园进了盗贼，银库里的银子少了整整3万两。这3万两？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昨夜，庄园进了贼，盗走了3万两银子。你废话！你！